第二章，我的囝，你若接受我的话，将我的诫命藏伫心内，注意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。你若求明理，大声求聪明，若找伊亲像找银，敲找伊亲像敲找藏地的宝贝，你就明白要安怎敬畏上主，知要安怎认捌上帝。因为上主赐智慧，知捌甲聪明拢对伊的喙出。伊为着正直的人，藉助真的智慧，保护行为端正的人。伊保守正直的人的路，保护对伊忠信的人的道路。安尼，你就明白公义、公正、公平，就是带人到一切良善的路。智慧会入你的心，知识会互你的心神欢喜，信中会保护你，聪明会保守你，救你离开歹路，脱离歪曲是非的人。迄款人气煞正直的路，行黑暗的道路，因爱做歹，意爱歹人的歪曲，因的路弯曲，因的所行偏离正路。智慧会互你闪避淫妇，讲西奈话的查某人，伊气煞少年的事的匹配，袂记得伊的上帝的约，你入伊的厝就行入死路，行伊的路就透到阴府，到伊遐的无一个会当活倒转，无一个会阁行转来活命的路。安尼，智慧会互你行好人的路，持守义人的道路。正直的人会徛起伫应允的土地，无通指责的人会留伫遐，毋辜歹人会对地面消灭，奸诈的人会对地上联军靠迄角。